主席，可能更加重要嘅核心問題，就係究竟呢個限制係啲乜嘢嘅限制呢？係咪真係好似有啲同事，好似頭先何秀蘭議員或者係黃毓民議員，甚至乎係馮檢基議員所講嘅一種極度嘅制止言論嘅一種修改呢？主席，我又唔覺得係，因為點解？其實今日嘅修改只係將大會主席你嘅權力同其他事務委員會主席嘅權力看齊。如果你話呢種修改係限制言論自由，係限制表達自由嘅，咁即係話我哋而家大會呢度都冇言論自由，都冇表達自由，因為主席你已經有呢種權力。咁唯一嘅分別係乜嘢呢？唯一嘅分別似乎就係話上屆或者以前朝嘅議會嘅同事，佢哋認為我哋嘅議會裏邊不同嘅工作係可以由不同階層嘅會議所擔當，而大會個位置同埋啲常設議會嘅位置，同一啲事務委員會嘅位置可能係有所分別，所以咧唔需要有呢種權力。主席，呢個只係我哋討論嘅核心嚟嘅。其實究竟呢樣嘢咁嘅睇法係啱唔啱呢？因為如果吳靄儀議員、黃毓民議員、馮檢基議員、何秀蘭議員係啱嘅話呢，其實我哋需要做嘅呢係將主席你嘅權力都加以修改，刪除咗第44，刪除咗第45。呢個可能係一種邏輯上應該有嘅立場。但係主席，我唔接受議會裏邊嘅運作係有階級之分。最重要，我頭先講過，我中心思想係立法會唔係我哋議員嘅，我哋只係代表嚟嘅啫，係香港人嘅。而從香港人嘅眼中睇，我哋呢啲會議係冇分別嘅，因為所有現時因為科學昌明，因為呢個資訊嘅發達，我哋所有嘅會議每日市民都可以從收音機聽到，從電視機見到，可以親身嚟，好似今日嘅同學們坐喺度體驗到，甚至乎我哋事務委員會現時已經好多時候係有市民嘅代表嚟參與我哋嘅議程。既然係咁，呢個階級上嘅分別其實係唔應該存在。既然唔存在嘅話，如果我哋係接受主席你限制議員某一個程度嘅行為同埋言論，以維持我哋立法會嘅尊嚴同埋保持我哋嘅運作暢順為出發點嘅一種權力，我覺得絕對係可以咧，係延伸到其他會議嘅主席。呢個亦都係喺議事規則委員會開會嘅時候，點解我認為呢個修訂我係可以接受，而我從來係冇想過呢種接受係會對我哋某啲同事，或者係黃毓民議員，或者係陳偉業議員，或者係其他同事，或者長毛，係一啲惡性嘅一啲譴責，或者係惡性嘅侵犯，我完全係冇諗過呢啲問題。咁當然啦，我冇諗過唔係等於呢啲問題唔存在，但係呢啲問題存在，唔係等於我要迴避呢個問題。主席，喺今日之前，亦都有民主派嘅同事，特別係民主黨嘅朋友有同我提過，佢哋係唔可以接受第45條1，即係關於議員喺辯論中不斷提出無關嘅事宜啊、冗長嘅呢個煩厭嘅言論，係受到某個程度嘅限制。但係主席，我覺得如果將個問題放遠一啲睇，正如我頭先所講，呢種權力，主席你現時係已經有。喺過去我短暫嘅，雖然都睇嚟好似好長咁嘅從政嘅生涯裏邊，喺議會度似乎主席你係冇運用過呢個權力。雖然有好多情況，我自己實在覺得有好多時候同事係非常之重複，
非常之煩厭去講一啲無關事情嘅重點嘅言論。雖然我發覺好多啲咁嘅情況出現，但係主席你運用嘅次數喺我記憶中係冇嘅。當然，如果都係有，一陣間佢可以起身指正我亦都接受呢啲指正。但係個問題唔係有幾多次，個問題係我相信我哋嘅議會其實呢個文化咧係有一個即係憲制常規嘅凝聚，就係話呢個權力係指喺一啲好極端嘅情況之下，主席係要運用佢嘅智慧去運用去行使。當然，如果主席喺佢行使呢啲權力嘅時候係為被人非議嘅，無論主席或者我哋嘅議會都要受到公眾嘅監察同埋公眾嘅批評。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制衡嘅一個機制嘅其中嘅一部分。既然45(1)已經一早存在，而喺過去嘅運作冇人特別覺得行使呢啲權力係有礙於我哋民主嘅精神或者議會嘅精神，我就覺得將呢啲權力引申去其他嘅會議度，去消除呢個階級觀念，我覺得係恰當嘅，亦都唔會造成一啲不可接受嘅一啲政治嘅事件。當然啦，呢啲可能即係好似係一啲我哋英文講 famous last word， 即係最出名嘅遺言，可能聽日就會有啲事情發生都唔定。咁啊，可能我即刻要即係食呢個我哋英文叫 humble pie， 即係中文即係唔知叫咩餅啦。但係喺今日呢一刻，我哋如果要作一個決定，我哋呢個修訂係咪應該受大多數嘅同事嘅支持呢？我係絕對相信係應該受到大多數同事嘅支持。主席，老實講，我真係唔係好清楚公民黨究竟會唔會同民主黨一樣呢？係對於45(1)呢係投反對票，但係我自己係會投支持票。